咱个1分钟就开始咱今日的敬拜。今日是大讲节的第一主日，咱伫做教的时阵会来点读第一季的6节。这是咱请用安静甲敬虔的心来准备确定的敬拜。有手机来麻烦来个关掉，还是来个准候震动，互咱莫影响伫咱整个的礼拜的形式的天数。咱特别准备礼拜啊，请大家坐好好势，安静来准备。今日是大讲节第一个主日，咱们点到期待甲希望的大调，是有必心的大调。即阵请咱走啊，请咱兄弟起立，请咱起立。咱来迎指第一季的6条，请点到第一季的6条。请坐，继续入倒来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，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。耶和华，但求你拯救；耶和华，但求你互我发达。这是请咱起立来信仰告别。尼西亚圣经，我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。一切有看见、无看见万物的主，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。伊对一切世代以前，对父生的，对上帝出的上帝，对光出的光，对真神出的真神，是生的，毋是受造的，搭配同质同体，万物对伊来创造，伊为着咱人家己有咱的拯救，对天降临。对现行就在些路玛利亚出世真多人，伫宾州几多多年来为咱天世界受来埋葬。照圣经所记载，第3日国我上天，现在坐伫父的正边，伊要以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伊的国无穷无尽。我信想使活命的主现行，对父甲囝出。甲爸囝同受敬拜，同受阳光，伊捌托先知讲话。我信一个圣共同相同的教会。我表白一个会对下罪洗礼。我期望世人搁我来世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阮感谢阿罗你。你为着咧赦免我的罪，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降落伫这个世间，用伊的血来洗清阮的罪，互阮信你的人会当得到主你的恩典。
你也爱阮，你也是阮生命的道路，你互阮的永生的愿望，你时时刻刻用你的灵甲阮同在，希望我会当遵从主你的旨意来行，会当行伫正路，求助阮的肉体软弱，伫阮的心灵有欠缺，我让主的旨意来行，求主你给我一遍来赦免，求主的灵会时时刻刻甲阮同在，我咱谦卑家己，通过读经祈祷智慧来得到活命，来得到会当行伫正确的路。求主你即时时时刻刻来甲阮同在，求助阮的肉体有心灵有欠缺，求主你给我一遍来医治，互阮会当伫阮的圣工方面会当来努力，会当时时刻刻体谅主你的疼，互阮通过感恩祈祷，时时刻刻纪念着主你的恩典。阮也伫昨昏通过阮的同工的研讨会，咧针对伫明年度所咧推动的事工，无论伫连线上，也是人数的增长，也是伫建长的目款方面，拢求主，互阮会当有智慧，伫阮头前所咧行的路站，所咧推动伫圣工方面，拢会当遵从主你的旨意，尽心尽力尽意来为着主你的圣工来努力。特别伫阮的创福用方面，会当尽力伫主伫即个社区来做光甲做盐。即时也求主的灵伫即个所在的运转，互阮的心会当拍开，互你的话加做阮日常生活的力量。通过带着我的喙讲出你美妙的话，互阮会当拢得到利益。即是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你的圣宗来求，阿门。即是请圣歌队来学咯，今日学咯是有一个所在。心内有一个所在，一个小梦。
即想看上帝话记载伫加拉太人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。第4节，若是到迄个时已经满，上帝找伊的囝对妇人来出世，出世伫律法下来赎回律法下的人，互咱受设立做囝。为着你是做囝，上帝找伊的囝的神入咱的心，后叫讲阿爸爸啊，亲像安尼，你毋是犹原做奴仆，就是做囝。既然做囝，就对上帝来做互下。即阵请蔡长来监督，今日主题是期待甲希望。你还在平安？平安。圣诞节吼，你边仔即个歹势。我口罩可以背吼，无简单。你一听有台语无？就那国语听得懂了哈，听得懂了哈，华语听得懂。OK， 今天就欢喜，咱的三个底下聚会，今天是期待跟希望。我们是戴降节第一个主日，第一个主日，咱头都有看到一对新郎加新娘吼，啊举拉条就吧，啊两咱行较紧吼，我想讲行较慢嘞吼，可能结婚太久了，走得太快了一点吼。可是我们点上这个蜡烛，它有代表它的意义，它是很美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戴降节，我们期待主耶稣的降临，不是说主耶稣不是已经降临了吗？我们要期待他第二次的降临。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，准备咱的心，准备我们的心，我们期待主耶稣的降临。我们要知道，主耶稣降临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期待。我们总共有5个礼拜，这个礼拜是第一个礼拜，是期待跟希望。接着到第4个礼拜，我们会点上粉红色的蜡烛，紫色的蜡烛代表君王，粉红色的蜡烛代表君王与爱。我们宣告他的喜乐之后，我们会点上中间代表主耶稣的蜡烛。戴降节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预言，是一个盼望，是个希望，是我们心理上的一个期待。现在期待在上帝面前，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怎么样让主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每个人都有期待，每一个人都有期待。你有注意无？桂香吼，基本上特别每一次来做礼拜，拢挂啊一大堆物件。因为阮丈人丈母已经90几岁，你甲想一个90几岁要煮我90几岁食，所以讲只有伊的胖吼，不能做一条，本来做1个面包，然后做2个面包，现在已经做3个面包，然后让他这样吃了3天，所以我们礼拜3、礼拜4又再送一次。然后做个糯米啊，做个那个卤肉啊，做一些让他可以吃的比较久的，可能煮个饭啊就可以吃了2、3天。有一天我跟他讲说，那我就接爸爸妈妈，你的爸爸妈妈来住好不好？他说好啊，可是住哪里？对呀、连我的儿子来都要住客厅，我们那个只有30平哈，我不晓得谁能够帮助我找一间房子里面比较大的，可以住我爸爸妈妈、他的岳父岳母。但是怎么说，我们还是有期待。我们期待他高兴，期待他快乐，期待在这晚年的时候能够信主耶稣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。所以昨天事工研讨会、暑假研讨会时，我觉得一个亏欠，就是讲我有当时的时间，无到他完全播出所有时间来给大家做会。我在明年度，我会跟我岳母讲，我可能会留比较多的时间在我们教会，参加我们所有的活动。我们的小组不要害怕，那小组进底下工作差啊，那大家都是就差。我昨天去看了一下哈，那2楼、3楼、2楼、3楼，其实我们有很多场所，你们忍耐一点，你爬上去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小组，在那边联谊，在那边互相享用点心，在那边互相交流。我们每个月，你们看我们今天的周报就有个主题了，你期待跟希望什么？你希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的希望是什么？纵然你没有主题的分享，我们也可以一起在我们的聚会之中，我们凝聚我们爱主的心。其实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得很好，因为我一直想改我的 PowerPoint， 早上怀疑要改那个卖火柴的女郎，一直要改，结果改到4点多，我想说睡着好了，睡一下，6点就起来说不要了，不要改了，就继续睡。
因为最起码稍微睡一下。可是每一次我都觉得说，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要用怎么样的动作来回馈主耶稣对我们的爱。在加拉太书里面，刚才严长老跟我们提的，若是到时候已经满，时阵已经到，这个时已经到啊！在上帝来的时阵，你要安怎期待上帝在你面前？上帝来到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跟上帝在一起？我们随时要准备好啊！我礼拜五去国防部去参访，因为跟他讨论一些事情，就几个监委去哈，我不想报纸会报出来。相对的，现在共军一天到晚飞机一直过来，我们就问邱部长说：“啊，你们会不会害怕？你们打算说什么时候共军老共会来打台湾？”邱部长笑一笑说：“我们管他哪时候来打，我们随时准备好了，随时准备。”我觉得这个心也是我们一样我们随时准备啊，我们随时准备主耶稣再来啊，我们随时准备主耶稣基督会来啊，你也随时准备啊。他讲这时阵不是收果咧欢喜的，圣诞节不是收果高兴的，他可以 shopping 的。圣诞节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迎接一个主耶稣，一个救主来了。2000多年前他来，2021年加33.5年，他已经来了。他有没有再来呢？其实他来了所以说讲过我走的时候，我会差遣保惠师在你们中间，我会找根圣神在你中间呐，是安慰的灵问题是你要接受伊无？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无？你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，你有没有接受主耶稣在你的心里？那是圣灵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同一体的然后主耶稣会亲自再来，第二次的降临。那时候会率天军天将、天兵天将降临在这个世界，发生阿米吉多顿大战之后，我们会享受1000年的和平，1000年主耶稣为王，这多美好的一件事情！我们要期待啊！而且这个主耶稣基督从哪里来的？从哪里生的呢？从妇人对妇人人伊不是讲安尼强用神对顶悬落来，他就是对妇人人。找一个很卑微的地方，跟人讲，伊给咱拢种修改，伊用人的宽心，用人的样式来跟我们在一起。他跟我们都一样，让你们知道说，他来的不是要当世上的君王，地上的君王，而是掌理全世界天上的君王。当时候满，时间到，就是时钟到，时间到的时候，他就会再来。你们要确信呐！你们要相信呐！你看主耶稣基督跟施洗约翰出来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呀！蔡崇义呀，你要悔改呀！我每天晚上祷告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想说，我今天得罪了谁？我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？你要从心理上悔改，真正改变自己，让自己本身在主的面前得着主的眷顾。让主接纳你呀！我们期待，而不是今天圣诞节太高兴了，我可以得到好多礼物。今年你哪袂记圣诞节来送我礼物送我大包嘞！圣诞节礼物对小孩子是很高兴他们可以得到好多礼物。可是更重要是什么？我们得到主耶稣这个礼物。我们得到那个最大的礼物是什么？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周围应该有什么？耶稣来的只有一定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？耶稣来了3次有人说2次，有人说3次，其实第2次是圣灵。当时在2000多年前，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他来了，我们有接纳他吗？没有但是我们还不认识他嘛。以色列人有接纳他吗？没有只接纳1天，何山那那一天而已，其他都没有接纳他。所以说，基督不是在大会堂里面大讲道、大教堂里面不得了的讲道，而是在那种穷乡僻壤、那个空域那个风波、那个沙地没有人的地方在那边讲道。为什么？他要拯救的是最卑微的人，他要的是卑微的人。一定要刚得啊！那耶稣有个来不？你要扪心自问耶稣有来找跟信心来信心有在你的心不？刚才我们在唱那个歌的时候，写圣灵
我继续就讲，就圣神啦，就圣神甲圣灵，我们是怀疑讲圣灵，其实我们台语讲圣神，那个意思告诉我们是神的灵，神的神。那圣经跟咱讲，呀，上帝神降临伫恁的中间呐。咱这礼拜是圣神跟咱三个聚会呢，你要想想看。那看不见的东西，有时候我们觉得看不见的东西说太缥缈了吧？那看不见，你有没有看到风？有没有看到水？看不见是什么？现在 COVID-19 最可怕。那 Delta 之后本来已经够可怕了，结果用一个迄个名，我头叫钟哥念，我听钟哥你念一遍，迄叫啥名？啊？迄个名奇怪，才甲你号迄个名，你奇怪你。迄希腊字文敢有迄字啊？我一想一步，迄个名有人会晓讲袂？有人会晓念袂？新的病毒，你刚才最恐怖的啦！你大陆不要来，嘴皮过来。Peter， 新的病毒叫什么？不是，这新的跟一个名，不然要搞做 new 啊，叫个和一个名是 A 开，一个 O 开头，打字 A。哈，卖念啊啦念。好可怕啊！那个病毒是说一个人在这个房间，他染上病毒传到另外那个房间呢？有没有戴口罩？不知道哎。可怕到说我现在在这里讲话就传给你们呢，传给全部的人呢。所以本来要解封哦，本来陈时中说他要解封，可是本来要解封，他们都已经讲好要解封了，还要跨年，大家来闹这一个，好不容易台湾一直加零，起码大陆我被惊死啊！还是暂时等一下，等春节过后再说。为什么？太可怕啦！连 WHO 我嘛是足紧张的啦，因为那种病毒太可怕了啊！但是有没有到可怕到这种地步，我不知道哎。但是真的很可怕哎。然后更重要的什么？我要期待什么？主耶稣基督再临。主耶稣基督再来，末世我们要随时准备好。主耶稣基督再来。现在兄弟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你要怎么面对伊？你怎么面对主耶稣基督？你说啊，不要紧，可能还佫足久的咧。就讲我信教了，伊才会来咧。你教信教一半，你教到一半，主耶稣基督来了。我再讲到一半，主耶稣基督来了，就把我提上去，我好高兴。不是把我打到第一句就好。其实我每天祷告啊，我太太说你怎么都祷告这？我有时候都会出声祷告说：主啊，我希望看到中间教会大复兴，然后你就找我走好了，照我去好了。我死以前，我目睭开了，看到中间教会大复兴。我真的从心里期待。昨天事工研讨会，我真的发自内心跟你们讲。只要讲到大复兴，上帝你调我去，我在你身边是何等美好啊！可是我还没有看到复兴呢。上帝什么时候复兴？主耶稣基督是从妇人对于妇人人所出世的，伊不是用一个神的形象，用降到地面，跟他外星人，外星人降到地面。他是跟我们一般这样出生，一个很平凡的家庭，然后突然出来传道，讲出来的话都是上帝的话语。3年半传道的生涯，久不久？不久哎。我出来传道也已经30-40年了，我爸爸40年了。我再回想这一段的过程，跟主耶稣比起来，那真的是差太远了，差伤多啦。但是一刀将肉身啊，带给我们恩典呢。你说什么叫恩典？那是白白得来的，白白得到的。你在教会里面，你会看到爱，那种爱是无私的付出诶。那个疼吼是无私的付出，才叫做疼。你真正伫教会中间，你看到是疼的。像阮彼得吼，我现在他说我开甲开呢，因为我即摆拢甲点名，伊拢讲你也看到我就甲点名，我就跳入去甲点名。因为吼，伊伫美商公司咧上班吼，上班是无一定有，但是上班半暝呢。礼拜日吼，有可能要礼拜日到要来礼拜时，困2-3点钟，伊嘛是爱来礼拜，无我会甲点名，你甲我记，我嘛记你。是啊，敬拜上帝啊！我昨暝嘛困2-3点钟，我就感觉讲我来敬拜上帝，我就开始有力啊！阮太太拢讲我若地倒去倒位啊！
哦，你是无业游民哦，好，无业游民他来做礼拜更好。嘿，不管如何，对妇人所需的道成肉身，道成肉体，是咱上重要的代志，因为给咱当一当体。甲爸当一当体，咱爸护士嘛，咱爸囝儿嘛是给咱当一当体啊，这是公营的啊，看你要承认无啊？咱甲常常看连续剧。吼，咧演形容一个足好嘢的人，啊，可能一个足善起来查某囡仔，啊，突然间他才讲，哇，原来她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哦，这个是撒狗血的那个连续剧很多哎，你看那个连续剧太多了。突然去演那个 DNA， 哎呀，她是我的女儿，以前我都虐待她、苛待她，突然她是我的女儿。我觉得人最现实哈，你觉得不是你的女儿，你家的那个女佣哦，一直。他抠兜啦，虐待啦，对他很不好了。突然有一天，突然发现她是我的女儿，妈妈对不起你，道歉了，我都是我的财产都给你。人太现实了吧？你每个人都那么现实，不是你的女儿就可以虐待，是你的女儿。所以啊，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啊。媳妇跟婆婆不能吵架，吵过一次架记一辈子。妈妈跟女儿能不能吵架？每天吵架都没关系，只要睡觉就忘记。这个就是人性。可是主耶稣基督，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是主耶稣基督的儿女，我们说可以跟主耶稣基督吵架没关系呀、但是我们要谦卑，像主的样式，求主的宽恕啦。谦卑啊，那有注意不？这个时候给到刚兄弟对，降生在哪里？降生在哪里？你把开始讲主日学的来，得给你问这个问题啊！主耶稣基督降生在哪里？伯利恒啊！为什么降生在伯利恒？可以看到伯利恒的地点嘛？这个当然我画的太大，伯利恒没有那么大了哈。我虽然画的越小，但是还是那么大。伯利恒有个特色，它刚好在欧亚非。当时欧亚非是世界的中心就是伯利恒。你们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它很简单，主耶稣基督来就要拯救世界，而不是做耶路撒冷的王，做那个罗马帝国被统治的王，做巴比伦被统治的时候的王。他要做什么？全世界的王。所以他当时在伯利恒那个偏僻的地方，但是那个偏僻的地方是欧亚非，当时全世界的中心。他诞生的地点让我们觉得说，我们要做他的儿子，他是一个名分。就像你突然发现到啊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有我的名分，我的财产全部都给他，我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他。我甚至有一天在跟我太太讲说，如果能够继承的话，我的监委能不能让我的儿子继承？我现在不当没关系，只要给他继承就好。我们对我们的儿子都是无限的爱，上帝对我们也是无限的爱，只是有时候我们不承认他是我们的父哎，没相信上帝是咱的爸呢。有当时咱感觉上帝不是咱的爸呢，无对老爸宽心呢，咱对上帝拢安尼感觉讲，敢若开药单咧，你骂上帝，你无讲爸啦，蔡崇义比我较好，蔡崇义都比我好。其实蔡崇义有他的难处哎，蔡崇义也蛮渡的苦水，哪一家有本难念的经哎，不管他是圣经还是什么经哎，你觉得每一个家庭都很好啊？阿kim，你们家幸福美满？每天过着恩恩爱爱、快乐的日子，这样吗？真的哦，你有没有点头？哦，他点头很大力耶，他很敢耶。每个家庭都有他的困难。我问李先生，你听得有安尼无？我你听头，我实在是我同意。其实每个家庭都有难念的经，都有一些苦，啊。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世锦足球队来，我们很高兴。你知道他们有苦吗？他们有苦啊！他们连练球都找不到地方啊！旁边是政大，政大是多好的场所，国家资源你，给你一个专用足球场，给你什么，连衣服都国家买给你，他们要自己去抽钱。可是不要忘记耶，上帝要的是这种最卑微的、最基层的，是上帝所喜爱的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希望。接下来说告诉我们什么？若你是做囝的人，上帝叫伊的囝的心入咱的心嘛。上帝什么？上帝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呢？上帝叫伊的心入咱的心，圣心入咱的心，表示讲上帝给咱三到最后，我们才有资格说一句什么话？阿爸爸，阿爸父。这是多骄傲的话！
今天你说蔡英文是我表姐，讲出来你看声音多大？蔡英文就是我的表姐，你看总统是我的表姐，梅克尔是我的姑妈，哦，多半伊丽莎白女皇就是我的阿嬷，感觉又不一样。你看那个日本的那个贞子公主嫁到那个美国，她还是那个公公还是在啊。你许公，我为什么不出生在王永庆的家？今天我就不要奋斗那么久。可是上帝都他美好旨意，你觉得王永庆就很快乐吗？王永庆，我年轻的时候就曾经跟他吃过饭，他吃饭是最，伊唔敢出去靠我食饭的，我可以在吃路边摊，我可以出路边摊，王永庆唔敢食路边摊，一套咧赢我，他吃的东西也没有比我好诶。伊应酬人带因兜诶，迄阵带永庆大楼迄个伫因兜上楼顶遐有一个32人倒，拢用手安尼气安尼倒啊倒啊洗。伊做啥拢是名人无毋对啊，但是伊也较快乐，我较快乐啊！我会当洗牙齿的感觉，我用现在去洗牙齿，我咧看一大堆记者就在读啊。我可以，我穿的衫拢足好的啊，我都穿耐西体的啊，耐西体听有吼，牙齿啊，嘿，不错啊！我们每天过生活很高兴啊，我吃的东西都是耐西体，都是名牌啊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，什么？我们要看到希望啊！因为我们是可以呼叫阿爸父神呐、啊。我的爸爸天大地大，我阿爸非常大，天大地大，阿爸父最大。有什么你好害怕的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这么没有胆呢、啊？遇到这个事情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也是不求祷告上帝，可我祷告上帝没有用，上帝都没有听，上帝都不听。你再找更多人祷告，他们也都不听，你怎么知道他不听呢？当我70岁来的时候，我往回头一看，我的祷告上帝不一定听哎，可是上帝给我的是更加的美好。上帝不一定听哎，总是以后我更加美、更加好诶。你不是你甲阮语文高一的时阵吼，你册用头退去是高一啊，高二啊吼，高二嘛对不对？用头退册去，尾也就是因翁啊。上帝安排啊，头退册去就是因翁啊。上帝互每一个人诶，你今日看点哪条？咱逐礼拜拢咧看吼，迄花吼，我特别看这花拢有够水。这敢有叫专家来查哈？有专家来查无？太难查甲遮水哈！啥物人查？这花啥物人查？还查甲遮水？玉文哦，玉文有没有来拍手？谢谢啊，真的是非常感谢。你看，逐礼拜咱会直接享受最好的礼物，这就是最好的礼物啊！他给我们一个很美的环境，让我们很美的地方，让我们在这里做礼拜，多水嘞，多美好啊！然后译文啊，叉彩点点啊，按了离开啊，可是它就美好。但今天它有价值了，一叉彩料，我们爸爸妈妈可以点婚那个爱情的蜡烛，也很不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相对的，我们要看到希望，我们可以叫阿爸父神来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子的名分，名分很重要哎。我们是上帝的儿子，你看多光荣的一件事情，我们有什么好害怕？全世界都是我们的阿爸父神的，又有什么好害怕？而且我们跟上帝再合，我们跟上帝已经复合了，我们可以跟上帝祷告。你也当给上帝祈祷啊！有些代志，什么苦气，什么苦水，什么苦难，什么艰苦，拢甲讲啊！你不使叫话，拢甲上帝讲啊！上帝替你安排啊！有可能安排不是照你的计划哦。你讲我写一个计划书，上帝全盘照收。上帝说这个计划书不好，他帮你改，甲你改你讲，这个计划更加好。这个上帝神在一起接受圣神是与神复合，是何其美好啊！你们要不要接受呢？要不要接受呢？阿们！要不要接受圣灵呢？阿们！圣灵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就一定得到大胜利。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德国跟美国打得好厉害。有一天在边疆雪地，3个美国人有一个已经受伤，脚受了非常严重的伤。去找一个森林内底，拄看到一间厝，伊丽莎白，迄个查某主人伊丽莎白看到甲哭，伊丽莎白看着我要惊死。德军规定，那时候希特勒规定很严呢，谁收留美国人，谁收留敌军的话，全家枪毙耶。打开门，美军，他讲德语，可是里面美军有一个人会讲法语，居然可以通，2个讲法语，那个人也会讲法语，说我的同伴受伤了，今天是圣诞节快到了，你能不能收容我们？会当收留我们？伊丽莎白想来讲，
啊，无上帝讲咱爱听，啊，无恁入来，啊，甲包扎，甲医药好，啊，阮因为圣诞节到了，阮有较准备较济物件，等一下，阮会摕足济物件，大家来做伙食。拄啊，伫遐咧看的时阵，看见哭，4个人来咧弄门，4个兵啊，德军，啊，看着讲嗨啊，啊，这毋知要开门啊，毋开门，好，还是把它开门。要开门以前甲讲，我先跟你们讲清楚，我看你们都很饿。第二轮就邀呀，看有什么东西给我们吃没有？我要准备圣诞大餐。但是我们约法3章哦，圣诞节是什么？是和平的日子，和平日子哦。所以讲恁来吼，穿拢放到目口，恁一个人入来就好。看到什么物件拢无重要，因为今日所有的人拢是上帝创造的囝，你要答应无？巴肚我要死，当然答应啊！入门一看讲，美军4个人出去目口全夹起来，准备要烧台啊！伊莎白笑一笑，枪放下来。美军嘛是安尼全夹起来，3个对4个，都要开始抢啊！枪放下，今天是圣诞节，我们来好好吃一次圣诞餐吧。这圣诞节的意义耶。和平的使者，和平的书架。现在做咱和平，哇！大家都4个德国兵、3个日本兵，加伊丽莎白家的囡仔都食啊足欢喜的，食啊足欢喜的了后，过当日因要离开，迄德国军甲美军讲：来，我甲你讲吼，德国军造一个防线，才毋通经过迄。你行倒一条路，啊，经过对，安尼都无人看到。吼，啊，佮吼，因的一支枪。佮摕互因，讲今日因拢摕手枪尔嘛，摕一支步枪，互你做防卫。啊，你会去一路，啊，行这边路，啊，佮甲因再见，啊，大家对。2个咧烧台军队，伫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，是和平的使者。第3，圣灵同在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，那是多高兴的事情！圣灵同在啊，我们跟圣灵同在。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你降生了，就是2000多年前了嘛，啊，之后。末世你再会来，那现在呢？哎，圣灵来了啊！你要不要接受他呢？圣灵跟你同在啊！你要不要接受他呢？接受他的扶持、他的引导、他的安慰呀、他安慰着你呀、圣灵跟你同在啊！所以我们说圣灵，我们的肉体活着，因为什么？我们说圣灵的引导我们跟神在一起，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圣灵，你接受圣灵，你就是上帝的儿女；你不接受他，你是外面的人呢。外面的人是查某囡仔吼，会用苦毒哦，吼查某囝，但是咱叫宝贝。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儿女牺牲，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儿女。你看，那艺文在结婚的时候，吼，朝成凶安尼吼，安尼足无安尼足紧张啊，足迄落。他们2个也好早就准备了啊，一场很美丽的婚礼，一辈子难忘。你一辈子难忘吧？永远在想吧。偶尔就要拿出来看看，一步一步。但相对的，那个美好是什么？他是我的儿女。我们现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嘴巴在讲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的要是弟兄姐妹，互相帮扶，互相斗相共，互相斗祈祷，互相斗做，这是圣诞的意义啊！所以上帝今日三角地带，咱是做上帝的儿女啊。第3项，那是上帝的好事。上帝传落来，那是正统的呢，正统的。我们是上帝上一脉相传。那种干嘛讲哦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现在我们怕什么？我们是上帝的后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是上帝一脉相承出来。是安尼，恁唔是以为做奴仆呢，是做囝。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奴仆我们是上帝的后嗣，是上帝的儿子那是一个尊贵的象征那是一个非常好的，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后嗣所以第一次来，他道成肉身，以加这人的关系，他降临在世界，但是他带给人们什么？爱的福音，带给人们和平的福音。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圣灵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在代降节的时候，我们要虔诚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忏悔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知道，除了收购的礼物之外，我们更重要的心要跟上帝在一起。准备来迎接他，所以因为他第2次来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有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，在耶稣的面前，耶稣会自己亲自过来，
在耶稣的面前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那是一个多荣耀的一件事情。所以，就是神的儿女，就是上帝的后嗣啊！我们要一同受苦，和他一同得到荣耀。没有苦难，就没有荣耀。我越来越体会，没有苦难就没有荣耀。我每次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们身心灵受到创伤，我们替他祷告。但是有时候我在想说，上帝用各种的方式在试验着我们，没有苦难就没有荣耀。国民老课本你拢看过这个欧文丽的小说，对不？麦琪的礼物，你应该拢那靠有会人，即马课本无啊啦吼，以前课本拢总有麦琪的礼物。这吉米加这个德拉的故事，吉米是一个铁路的工人，足尔啊散的，伫美国个经济不景气，大萧条。所以，因两个伫遐迄厝里吼，迄敢若要租一间厝，安尼着纳遐租金着纳袂起啊！倒咱咧欠长内多咧买物件咧，都无啥敢买，安尼一直欠，一直欠，一直欠。因厝里拢无啥物好物件，唯一好物件是啥物？迄个吉米的爸爸留互伊一个金表，金表啊，对阿公因阿祖开始留迄个金表足好诶，总是已经伤久啊，迄个表的拉链吼，歹去啊啦，吼。倒拉咧，定定咧想讲，若有一日吼，我会当买一条拉链安尼较水的拉链，互去。伊迄阵诶美国人拢足爱只戴一个金表，再一条拉链，带伊安尼，歪下厝内底，那个好美的一件事情，厝都无钱啊。但是倒拉有一个金头发，足尔啊水，足尔啊长诶安尼，闪闪发亮。吼，美国人安尼金头毛吼，照你讲咱荷兰人嘛金头毛呢，我有荷兰血统，叫我头毛都无金吼，足怪，吼。金头毛，叫你那水耶，基本每次回来都很喜欢摸他太太，就像我很喜欢摸我太太的头发，我太太是长头发很漂亮，我太太你知道是谁啦哈？长头发很漂亮，那个就是了，摸金头毛，摸给他们教你然后现在这地方搞啊，圣诞节到，他们都在美国的其实都要互换礼物，都在想说，我的先生如果能够戴上那个金表，有那个金表链出来。拿那个金表来看，哇，多棒啊！那就是他刚好经过一个表店，他问表链安尼偌济钱，讲$20。哎呦，我都有可能20块美金。迄个时阵咧，赚拢是赚一角两角，赚1分2分的，哪有咧赚20块美金的？迄美金1块美金就足歹看到啊！哎呦，20块美金，要安怎？搁咧行到一个剃头门店。迄个小姐讲：“哎呦，小姐，你的头发好漂亮啊，金色的长头发，闪亮亮。”她突然灵机一动，跟我们讲：“陶给你，老板娘，我这个头发如果卖给你，可以卖多少钱？”你的头发很漂亮哎，可以做那个假发，那个很漂亮，$20，一天$20，就走进去帮我剪掉，卖给你，小姐你要考虑哦。要留到这么长不容易哦，而且你这个年纪搞不好没办法留这么长的哦。你真的要剪掉吗？我剪掉是没问题呀，我的时间跟你买，我一定赚到钱呐。但是问题你要剪吗？坐下来，帮我剪掉，把他长头发剪掉，拿了20块钱，兴冲冲的，怕那个表链给我买去，去走去个表店内面，那个表店20块，去给买得来。包包咧，足欢喜诶！厝里头毛巾包一个湿布里，甲包起来，安尼较无感觉嘛。较定，Jim， 上班足忝起得来。哎呀，今天是圣诞节到了，你有准备足好的物件啊，足欢喜诶！来，德拉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你那个头发太漂亮了，所以其实我已经存了1年的钱。我存一档的钱，我一直想买那个很漂亮的发针会当互你安尼用到安尼，互你的长头发来用起了安尼有迄个发夹发针会当安尼夹咧足水的，迄个发夹足水的，迄戴帽的呢，足贵呢，10块美金啊！好佳哉，我欠一包多少领着年终奖金，都会当凑10块钱，摕起来，得啦，我送给你这么漂亮的发针，圣诞快乐！得了，把塞砖捞了来，吉米，能不能以后再用？为什么？他把头发拿下来，你有头发嘞？我就拿出那个表链，
我已经去买了一个表链给你。2个人就收起来。那个圣诞节是他们过一生中最快乐的圣诞节。我们期待什么？期待我们为对方无私的付出，为了对方你无愿意无所谓付出，为了对方你愿意无条件付出，为了对方你用真正的疼。主要说是期待你来真正疼世间人。主要说基督疼世间人，为了你我来受死的，为着你我来死伫十字架顶的。所以你我每一个人要为着主耶稣基督来牺牲你的性命，伫受苦得到荣光。你咧艰苦中间，你就知主耶稣基督要操练你，正做伊所担的工人。请大家来祈祷。嘛，主，我真感谢你，我伫圣诞节时阵，我有期待，我有希望。伫期待希望中间，我迎接主的降临。主，你搁一摆要来，当你一摆要来时，我来准备好势，我用忏悔的心。我伫这三甲来迎接你的降临，我用悔改的心，我用期待的心，我用希望的心迎接主你的降临。做困起的圣神，干预中我每一个人中间，带阮行每一个脚步，我的稳定，每一个脚步努力的稳定，叫阮三甲地地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接下来献献诗41首，请咱起立来献献诗41首。第1节到第3节都会使。请坐，准备心来奉献。起立来献奉献诗。
坐。咱彰化县吼，今日有2个新朋友来到伫咱的所在来向咱做伙敬拜吼。第一位是蔡恩梅姐妹，伊是蔡，就是咱第礼拜有较无世新足球队的领队的女儿啦，吼，咱帮忙咧卡者吼，蔡思梅啦吼，欢迎哦。那请坐，等一下有小组分享的时候，咱到继续来做一个交流吼。第2位是陈秀凤姐妹，一定要到底南京东路1段迄个所在，陈秀凤。陈秀慧，拍手，陈秀慧，谢谢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好。好了，咱等一下有小组分享的时候，咱较好继续来向你做一个通教分享安尼吼。咱今日下昼吼有福利团契，有咧由严玉芳姐妹咧来讲社工的大小事知多少吼，欢迎福利团契当老婆来参与。第2点就是16月7日暗时7点半。伫台北黄岩潭吼有 YMCA 的一个圣乐团第75届吼，因为75届的弥赛亚的慈善音乐会，欢迎咱大家参加，伊自由入场吼，来唔免购票吼，咱就当去伫个所在来听这个弥赛亚的慈善音乐会安尼。第一步宣布就是讲，咱咧昨吼，因为有几个同工吼，为着 Christmas 有咧开始义卖一些饼干。还有昨做出来，有存一些现做的啦吼，写糕饼吼，放后壁迄个所在，分无偌济啦。咱迄个瓶装咧吼是150块，伊迄有10袋，吼真好食，真好食，真正是好食。盒装是170块，迄是现场有诶。咱若咧预购诶时阵吼，咱有伫迄个群组，咱会当伫迄个群组来预购。预购诶时阵，咱伫可能明仔开始，咱就伫群组就会甲这个消息放出来吼。预购的时阵，咱会当客制化啦吼，客制化当然有10份以上，都咱客制化。譬如讲，我一包是20袋，也是安怎包装吼，咱当甲咱的同工吼，来甲伊讲，来订预购安尼吼。以上啦吼，咱等一下一些带导事项，也是一些较详细报告，咱伫小组的时阵，咱可来分享，甲来底下来沟通安尼吼。好，继续咱上元是391首，上元线咱请林牧师来祝祷。上元390首，请咱起立来吟上元。愿恁领着着主耶稣基督恩惠，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时时刻刻甲恁三个伫地，对即时起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别倒闭会。Amen.
只是咱简单来做一个平安礼，请咱甲咱的主耶吼平安。咱开始嘛是有小组的分享啦，好，小组的分享啊，咱阵来开始分组，咱阵开始来小组分组来个今日主题吼，今日主题是期待甲愿望啦，吼，期待甲愿望。
无啦，死啦，有咧势无意思啦，用啊迄个较歹念的，娘偌好念的。咱即礼拜搁暂时住楼骹吼，啊2楼3楼其实拢房间会当做小组，咱会布置好势。以后尽量大家半工去2楼3楼，吼，安尼有一个小组会行，啊豆豆进步，咱的小组豆豆进化版的吼，豆豆出来吼。小组的进化版会慢慢出来，会进化版慢慢出来。啊，买物件吼，甲迄个欧巴桑，甲迄个欧巴桑摕，迄个欧巴桑甲摕物件伫遮，迄毋是小姐啊，欧巴桑，啊姑妈吼，迄个姑妈，甲迄个姑妈，嘿。对吼，是够食物件你上济。一种咖啡咧，一种你有摕咖啡来无？无吼。高兴你们参加我们先小组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嘿，很好，哎。有啲我结束嘅代志，我。吼，咱小共今日我到12点哈，剩25分钟，就开始要食饭啊。12点就准时祈祷啊，祈祷咧，你们分享继续分享好不好？你们分享继续分享哈。啊，有一个欧巴桑咧，甲因推销，恁做恁去甲订嘿。迄种足好的物件咧，迄种实的呢，迄种家己做的呢，迄种啊袂我偷食着的呢。咱后礼拜开始，咱准备要去顶悬拢要布置好势啊，布置好势安尼，大家较免大只讲话较差，一楼安尼，拢房间拢准备好势。我看你用一包拢无摕我食呢，我蹛你后壁对偌久啊，你拢无我食着。老人原味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我一包都给他抽一袋啦，你也看。
我一步倒去讨一地啦，你要看这个人偌残忍啦，一步倒去讨一地啦。安尼尔少，我讨足久的呢，我才一地尔哦。哦，安尼，哦安尼哦，好，你有来食就，我讨一步倒讨一地。我跟你看，跟你看。